来关心上新的消息，这是台积电伫昨暗有召开重要的记者会。重要消息的记者会宣布讲，经过董事会核准，因要卖7100万美金，差不多超过台票21亿的设备，和前元大工厂世界先进。台积公司的董事会今天核准出售公司的机器跟设备给关联企业的子公司 BSMC。我们预计总价会是介在这个美金7100万到7300万之间。那实际的交易金额就会以最终的合约签订为主。台积电表示，因即届卖的是拢无得使用的机台，主要是要来活化台积电的资产。另外，台积电的董事会昨昏嘛通过今年第一季每一个月配发的现金股利是5块银，这是创下台积电改用每一季配利息了后上悬的金额。